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7号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执行3倍券的纸本目前已经登在印度，防止伪造方式完全甲新台票同款严格。明仔载就是罢免高雄市长韩国瑜的投票，国民党的头人继续替韩国瑜，不过罢免团体也是继续在催票。丰台市铁路警察李成汉因老爸因为嫌犯破无罪真屈辱，测试也已经过身啊。行政院所推行的振兴3倍券纸本目前也登在印度。下晡，行政院长苏贞昌也去到中央印制厂来去视察，而且3倍券的防止伪造方式，完全甲咱所使用的新台票规格是同款严格。中央印制厂真无闲，赶紧伫印振兴3倍券。不过印制过程是真保密。伫下晡在行政院长苏贞昌视察之下，实体券最终版将有是公布啊。按纸票规格来印，有6碰，也有3条时钟的铺起来护背7大红格的做法。国家振兴经济也有所期待，请总裁好好照顾全体员工，拜托大家把工作做好。振兴3倍券7月15正式实施，希望刺激消费拼经济。不过电商被排除，虽然出现有可能转变，政府的计划采小规模来开放被名单产业。不过业者认为，这阵电商早已经虚实整合，要全部分得清楚是真困难，也要看领域合作，包括物流、餐饮也是零售业。若是电商被排除，上游下游实体产业恐惊也会加加减减拢受到影响。因为它还有上游，比如说发货的问题，下游出货的问题，其实整个都是一个链在一起。电商并没有办法独立成一个产业，而且像现在政府在推动这个数位转型嘛，所以其实各行各业慢慢都在往这个方向去。当你这个终端产品有问题的时候，其实电商不可能获利的。振兴3倍券前期税也包括实体券袂造钱，因为上少是200块。对于物件拢是当先来计销的大头来讲，无造钱，等于是这波的商机，因拢赚袂到。我们3包是50块，那这样他们可能就没有办法用我们家。那这一排的小吃差不多都是便宜的价钱啊。那如果200块不能找的话，可能会比较降低这边使用的意愿吧。因为实体券无造钱的经济，经济部官员讲，因为烦恼民众有投机的心理变现不爱消费，不过讲袂强力禁止，而消费者也袂使强迫点头造钱，强调目的是让民众使用方便，点头趁钱，创造双赢。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国内疫情是继续稳定，已经有连续54天无本土病例啊。另外，食药署也核准国内头一件武汉肺炎抗体检验试剂，也因为因的准确度有超过90%，业者也会当开始生产啊。也若讲到国际旅客要来到台湾转机的部分，疫情指挥中心也表示讲，只要甲入境的旅客、甲转机的旅客动线分开，就当根据实际需求来做讨论。国内初5同款是零确诊，目前解除隔离的人数已经有429个人。食药署核准头一件国产武汉肺炎抗体检验试剂，核准专案制作。只要伫咧抽血了后，甲血分离，佮甲血清血浆滴伫咧试剂顶悬，而且配专用的液体，短10分钟至15分钟就会有结果，准确率超过90%。即马开始业者会当家己量产。药证拿到了，那自然就会有一个名字了嘛。好，那我们sales不会是刻意就去公布说哪一家。国内为6月7开始要解禁，嘛互各界关心边境的管制，敢会开放转机的旅客。针对这点，指挥中心表示，因为转机袂入去到社区内底，只要甲出入境的旅客、甲转机的旅客路线分开，袂接触到，就会当根据航空公司的需要来做讨论。因为过去转机的旅客跟一般入境的旅客其实是混在一起的，好。那因未来长期或者是常态化之后，那我们先做这方面的准备。那等时机适当，那整个这个社区也都很稳定的安全等等，我们再做一些演绎。其实，伫过去防疫的这段时间，国内疫情捌真紧张过，其中阁有袂少群组感染的个案。要安怎有效来阻挡疫情？爱感谢的其实是制定伫咧幕后做疫调的防疫医师。因头一届伫咧记者会表示，伫这段期间调查上困难的，就是台湾头一个死亡的个案。当时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决定我们该做什么调查，然后也要跟家属做疫调。那在那个时光，因为家属又刚
亲人过世，他的心情是非常不好的，又要这样子一直问他一些问题，其实我们也是心有不舍。目前国内拢总有27个防疫医师的团队，伫咧疫情期间，除了去武汉实际访查，嘛伫咧第一时间了解确诊的个案。防疫医师认为讲，除了各单位的协助，也有患者家属甲接触者，因为有因的配合，才会当成就台湾成功的防疫。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甲新北市宣布讲，对初一开始，民众只要坐捷运要入站的时阵，拢爱挂嘴安磅体温。不过入站了后，会当选择家己要挂也唔挂，不过就爱保持社交距离。另外，伫咧台铁甲高铁的车厢顶头，也开始有卖食的物件，若准有保持社交距离，也是会当免挂嘴安。台北车头的代替便当本铺，敢若一寡旅客来买。因应防疫，代替目前也是禁止伫咧车厢内底食物件。代替便当卖的量嘛，因为安尼降价要2成。因应6月初7开始的防疫新生活，代替的解禁，除了入站的时阵，也是爱挂嘴安甲磅体温。啊，毋过伫咧列车顶悬开放来卖代替便当，旅客嘛当伫咧保持社交距离的状况之下来食物件。我们还是会请我们的乘务人员来加强巡视车厢。在旅客如果是隔壁座没有旅客，或者是隔壁旅座有佩戴口罩的时候，那是也是可以开放饮食的。疫情是有舒缓，理论上是 OK 啦，真的是比较方便了。台湾高铁已经伫咧6月初开始开放旅客伫咧车顶食物件，疫情了后促销的餐车小饮料的服务，卖伫6月初7开放。指定车厝卖开始卖便当，高铁呼吁旅客，甲隔壁位的旅客伫咧保持社交距离的状况之下用餐。啊，若是双北市的公车甲捷运，嘛做会有条件的放零。上公车的时候要戴口罩，进到捷运闸口要戴口罩。至于你进去之后，在车厢或站内，如果你旁边可以维持社交距离的时候，可以不戴口罩。还是锁着，如果没有办法保持社交距离，都要把口罩戴起来。尤其进到场站内，我们希望还是量体温，戴上口罩。台北捷运公司嘛宣布，伫6月初7礼拜开始，民众敢若需要伫咧入站的时阵，还有无法度保持1.5公尺社交距离的时阵，一定爱挂嘴安。台北市甲新北市嘛做伙确定，民众坐公车伫咧就车的时阵爱挂嘴安，就车了若是会当保持社交距离，第一当甲嘴安摕落来。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就是罢免高雄市长韩国瑜的投票啊！国民党主席江启臣、江前立法院长王金平会拢出来挺韩国瑜。另外一边罢免韩国瑜的团队是继续呼吁大家要爱出来投票。另外立委刘世芳搁再指控佛光山爱信徒卖出来投票，不过佛光山却是出面来陪会。所以我认为市府团队的努力，大家会肯定。成群的建议加上温柔的配合，国民党主席江启臣表示要和高雄市政府做伙面对，共同来承担。认为市府这一年来的表现是值得互肯定。罢韩投票的日子要到啊，国民党主席明确表态讲会挺韩国瑜。党内另外一个头人王金平嘛强调讲会支持韩市长做好做好满。是希望他能够做好做满，而且呢能够为高雄市提供更大的贡献。正做罢韩的主角，韩国瑜初5早起照常市政行程，表情看起来是无啥物情绪。也若暗示原本要去爱河视察的 LED 路顶的行程，临时改去博爱东明路的爱河之心，拄好甲罢韩游行的路线相闪身。所以，互改脱做，伊是挑工要闪开的。当然，如果说罢韩路线有这样的巧合的话呢，能够避免冲突，也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这个基本上时间的更改跟这个没有直接的关系。另外一方面，罢韩团体把握时间，扫街鼓吹民众一定要去投票。也若民进党立委刘世芳还阁指控佛光山，要求信徒唔通去参与投票。目前我知道，我们高雄最大的宗教团体佛光山，居然受到反罢韩团体的影响，要求他的信徒不出来投票。我想这样的方向是错误的。大家都知道，选举罢免、创制复决是我们自己当为国民的权利。不过，佛光山是否认这个消息，强调佛光山因为疫情暂停开放，最近并无甲信众接触。面对双方情绪真紧张，高雄市府表示，初6迄天市长的行程是无要公开，了后会照常市政行程，一切保持平常心。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就要举行高雄市长韩国瑜的罢免投票啊，拢总有1823个投开票所，在今仔日进行最后的布置。不过，这回投开票所有的所在是真渺小，有的所在只有病仔，有的是共少人家住做投开票所。不过，选举当天是袂当做任何的宣传，那无会准正罪。
调时到好，详细安排投票流程。初6个用市要进行市长韩国瑜罢免投票。初5下晡1823个投票所赶紧布置，其中上界重要是做好防疫工作。标出安全的距离，高雄上大的投票场所，包括顶山国小、福康国小，有超过10个投开票所，拢特别注意，一摆人袂使伤济伤晚。有的投票所是借用徛架，厝子透早就进行消毒。我昨暝甲柔柔的，迄厕所嘛甲柔柔切切的，遮拢嘛肿瘤。我下早嘛搁甲扫。要投开票所只有厝顶区公所定篷布甲围起来，看起简单，不过选民感觉通风，反倒对防疫是好的。在户外这样，因为疫情的关系，会比较安全的。人伫地，咱家己先保护家己，去等一张票口就用。这摆罢免投票，投开票所变动较多，有的民众感觉无要紧，认为会使顺利投票就好。不过传说有人要到投开票所外口，敢看什么人去投票。高雄市选委会提醒选民，迄天唔通做支持也是反对罢免的活动。不要穿戴这个支持或反对罢免的一些这个贴纸啊、服装啊或其他物品，或干扰或牵诱他人投票或不投票。迄天也无用伫网络发表，也是转达支持反对的罢免资讯，也是伫投开票所30公尺外妨害，也是扰乱投票。警方已经在选委会设置铁架也是路障，并且动用将近100名的警力维护投开票所安全。劳动部也强调，投票日应该要有薪假，也是出勤加班费。记者综合报道。已经过身的嘉义铁路警察李成汉，去年去互旅客压倒甲毒死，嫌犯一审的时阵说互判无罪，这个判决也互李成汉的老爸真郁卒，说伫车时身体无爽快，落尾也是严重甲过身啊。总统蔡英文也指派总统府的秘书长苏家全去甲家属关心。李成汉的妈妈对来慰问的嘉义市长讲到这心酸的话。李成汉的老爸伫车时因为身体无爽快去看医生，因为严重胃出血而死亡，互家属、亲戚朋友拢真伤心。当在是本来要叫救护车啦，伊足客气的，伊讲今救护车来，迄个声共闹着厝边隔壁很早，所以叫李长甲知嘛。阮孙仔往生伊，伊过来往生伊，阮阿姆哦，就是妈妈，佫90几岁，即马过来就是爱烦恼即个老人哦，毋知要安怎过日子。李长讲，成汉爸爸本来话就无多，成汉代志发生了后，佮加上一审判决，互因老爸身体变甲更加郁卒，无爱讲话，身体无爽快，也无爱去看医生，无想到就安尼延误治疗的时间。儿子因为因公殉职而且又遇到上一阵子的这个司法这个判决可能都会造成心理上的一些不舒服啦。他本身就比较木讷。下晡，总统府秘书长苏家全、内政部长徐国勇、加警政司长陈家钦拢来凌晨烧香致意。苏家全也代表总统致敬慰问金，并且鼓励李成汉妈妈爱坚强。希望总统一个圆满的处理，然后社会安定，莫阁全全日国加讲有什么症状就免有挂免死牌，对啊。铁路警察李成汉互测试4月30日，一次因为无度，知影家己自身行为4地查甫人，互判无罪，引起社会议论。初5一直有政府官员来慰问，这种案件才伫台南高分院进行理审。嘉义地检署讲会全力合作理审检察官，爱行李家一个公道。记者综合报道。铁路警察李成汉访台时案件，法官所认定嫌犯的精神状况有问题，该判无罪。不过法官也要求嫌犯就要强制治疗，不过强制治疗的时间上长只有5年尔。法务部长蔡真祥伫今透早表示讲，法务部已经把刑罚修正案送到行政院审查，未来也会把治疗时间改做是无限期，也会甲卫福部讨论司法精神病院的问题。人家叫法官啊，人家真的那么多人对哦？爱插入地啦。爱插入地就对啊，伊拢无啊。伊就规定甲迄个拢信任迄个
迄个鉴定的精神医师啊。迄路警察李成汉去往都市案件一审法官认定，被告的精神无正常，判无罪，互家属无法度接受。伊的爸爸测试佮传出过身的消息，若是法官要求被告强制治疗，毋过受到即卖法律强制治疗上济敢若5档，互外界注意引起受罚的声音。法务部长蔡清祥早起对这个代志回应，法务部已经甲刑法的修正案送去行政院审查，未来无限期延长治疗时间，一直到患者好起来。监护的部分大家都晓得本来是限制在5年以下，那我们现在把这个条文就修正为可以延长，不限次数，不过每一年都要做鉴定跟评估。蔡清祥嘛表示，还有保安处分执行法的修正案会赶紧甲条文记定，互监护处分的定数，还有精神鉴定评估的方式有更较确定的规范。除了法案修正，法务部佮甲卫福部协商要设司法精神病院，治疗需要监护处分的精神患者。医师叶克斌对这个代志表示赞同。跨司法跟医疗来做2方面的专业的一个协助，对于这样的病患，那的确，这一次的成立这样的一个司法精神的病房，我们其实是蛮乐观其成。毋过，医师嘛提起，要成立司法精神病院，必须要考虑到专业的训练，还有感受人力来去负担精神病患者。而且嘛，对精神病患者未来重新登去社区提出安全性的疑虑。另外，李成汉的爸爸过身，行政院长苏贞昌知影消息了后，除了表示哀悼以外，为着要警察未来执勤的时阵，更较会当保护自身的安全。现在嘛，通过警械使用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温准警员伫咧紧急状况之下，会当更较有存机会来使用警械以外各种物品，避免遗憾搁一届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北方公司本地要伫花莲起饲鸭场，所以引起当地民众反弹。北方企业在今仔日宣布讲，也未甲乡亲有强实进前，起鸭场的代志会先暂停。不过在地乡亲却是无爱接受，要求县政府爱随剔除因的牌照。中国月底，有100多个居民去花莲县议会抗议，反对北方企业伫咧当地要起饲鸡场。经过连续的抗议，北方企业伫咧6月初5对外宣布，伫咧还未得到花莲乡亲的强实进前，饲鸡场相关的作业即马开始会随动点。不过花莲乡亲是无咧信伊这套。我们不相信的，对啊，主要他宣布停止花莲的开发案。他们整个撤出花莲，我们就相信了。今天这个答案不是我们要的，我们也不要你暂停，你要就是撤资，没有第二句话。北方饲鸡场争议不断，是因为北方原本计划伫咧花莲寿丰、凤林、甲光复等等的所在，设伫6个拍种鸡甲2鸡场。不过当地居民烦恼讲，因经伫咧水头、甲较会发生水崩山的所在，阁有工业化饲鸡等等的问题，加上北方进前伫咧彰化，捌逼出乌白岛垃圾土的事件。因为安尼，居民伫5月初9成立自救会，发动抗议，目前已经有10000多人联署。如果业者不能够取得共识，花莲县县政府就予以撤照。那今天针对卜蜂公司来提出他们公司的立场，那么县府表示尊重。若北方企业是发声明强调讲，花莲所有的牧场拢依法申请办理，场地嘛拢无伫咧特定的水土保持的范围，嘛无水崩山危险的区域。若居民烦恼的工业化饲鸡，较合适的讲法应该是自动化饲鸡，毋是用笼仔饲的方式。北方无希望引起更较侪误解，所以甲所有花莲饲鸡场的计划先动点。到底经济开发甲环境保护两边要安怎兼顾，就看北方安怎得到花莲乡亲的信任。若县府嘛强调讲，会听人民的声音，而且一切是依法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大甲镇南宫的董事长颜清飘日前有去高雄重建做开馆的手术，初5透早也出院，登到台中，落尾也随到镇南宫参拜妈祖，感谢妈祖部的保庇。登来到大甲镇南宫，拿出伊的颜清飘替千里眼甲顺风里甲新的彩球，了后准备竞品甲副党地明坤甲大甲妈拜拜。经过换歌的手术，颜清飘看起来有较赞，毋过登来台中的头一天，就要来感谢妈祖的庇荫。医生嘛食够啊，妈祖食灵感，吼，拢啊比有啊恢复真紧啦吼。是毋是进前伤忝吼？我迄个旁几10年吼。是无。有想要买几条颈无？即摆还毋知呢。
早2点嘛，等下台中的是颜千飘的爸爸甲查囝甲内面已经伫咧处理等待。颜千飘甲关关的第2后生颜仁贤做伙感谢外界关心，两个人看起来气色真好。处理的人讲，心肝内大石头总算会当放下。当然会咯，一个自己老公，一个自己儿子，哪不心疼？进手术室以前还是会怕，但是这后来就想一想，睡了一觉就好了。预防诊断出歌有肿瘤甲肝硬化，镇南宫董事长颜清飘5月份落南高雄中间来进行活体换肝手术。手术进前5个囝儿拢想要捐肝，其中第2后生颜仁贤配对成功，捐出伊2/3的肝。原本爱1个月才会当出院，毋过两个人肝功能恢复甲真好，嘛无变化少，而且后续的追踪才是重点。每个礼拜回诊1次，那第1个月，那随后如果情况都稳定，逐渐拉长这个随访就是追踪的时间，再来就是2个礼拜、3个礼拜。但调中表示，颜千飘爸仔囝手术了头一件代志，就是关心对方的状况。若是颜千飘有照医师的指示，恢复的状况嘛真紧，目前肝功能正常，维持1礼拜回诊1届。若是敢会当参加射检，也是要经过评估，袂当伤过操劳。记者综合报道。咱的政府今日要开始补助国内旅游啊，不过煞有风声讲有旅馆诈领去年冬天的旅游补助。台中检方测试去成一文旅集团的5间旅馆进行调查，却发现讲因乱开发票，而且还有伪造的旅客名单。检方也甲负责人等一关12人带回去调查。成益文创旅店，台中的营业点照常咧营业，不过煞伫咧测试，互检方搜查。台中检方针对伊5个营业点同步做搜查，饲料站嘛伫咧暗时，甲12个主管带转去侦讯。检方查出这间旅店疑似申报无老实，2019年乱当的补助，怀疑因诈领补助款。似乎是有员工或者是亲友那以这个以入住名义这边来去申报这个补助的状况。那但是我们勾稽这些相关的这些会计账册，发现是有一些异状。成益集团下底的饭店，主要是文化创意甲文青的风格，全台湾包括有淡水吹风、台中朝日子、甲嘉义松路等6间的营业点，其中台中阁互市府来做艺术的焦点。检方甲相关的小铺甲带名的资料查倒转去，发现因的营业点用无实在的资料来开发票，假做带名的名单资料了后，阁申请2019年乱当的补助。金额还阁伫咧估价当中，检方指出，营业点提出带名申报的资料，不过实际上疑似是无真正去带，申报无老实。也若成益这边嘛发表声明，因质疑讲目前时间点是真敏感。现在整体的事件已经进入到司法调查的阶段，对，那我们这边就全面配合检调单位来做一个资料的提供。那这个事件也并不会影响到我们所有饭店的营运以及顾客的权益。成益这边是强调讲，一切依法处理，嘛配合检方的调查。也若检方经过调查，目前甲姓地负责人车倒转去，负总以30万块交保，其他相关的人士以5万块至10万块交保。这个案件还阁伫咧继续调查当中。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我说分明。美国的弗洛伊德事件在各地头也发生暴动，到今也已经有10天啊。各地头发生暴动了后，有一寡是较闹火冲突，不过也有一寡的示威活动比较较和平。亲像华府也已经宣布要解除宵禁。不过暴动期间，因的总统Trump也搁再做出惹人生气的行为。其实民众要爱的就是消毒技师，在各地头也发起活动。一个75岁老先生甲警方正面拄着，煞来互警察摔伫涂骹，伊懊恼出血，10万警察已经互停职调查。老先生伤势严重送病院，不过情况已经稳定。州长古莫讲，警方应该做是维安临时施加暴力。弗洛伊德事件在美各地种族歧视抗议一直摊开。西雅图一座停车场，民众面趴在涂骹，双手放在后壁，敢若互绑起来，也是扣起来情形。为已经死亡的弗洛伊德讨一个证据。另外有民众想要越过警方的脚踏车防线，双方爆发冲突，周围示威者大声骂，这民众随即互警方带走。以后部分地区是采取和平示威，华府就是其中一个。对于这一起宵禁罪工了后，测试宣布解除。这期间无人碰掠，无任何损害，也无警察受伤。Moving forward over the next couple of days, we expect more of the same. We want the military, we want troops from out of state, out of Washington, D.C. 弗洛伊德事件造成的暴力示威，包括大到北京河军，互伫国民兵甲联邦警察部署维安。
另外，司法部长巴尔讲，安全部队伫白宫对面的公园清场，予总统川普行到较长的做法是适当决定。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川普初时暗时伫推特予前任律师陶德一张批，讲初暗时伫白宫的对面拉法叶公园的示威者是恐怖分子。敢若针对前国防部长马提斯初三批评川普是无令领导者的谴责来做回应。由弗洛伊德死亡，维吉尼亚州多年来一直有代表种族主义、压迫甲受训的真侪做联邦将领雕像应该拆除的声音，将有进展。维吉尼亚州州长诺萨姆初时宣布，要拆除位在里奇蒙市纪念碑大道邦联代表人物李将军的雕像。As a 39-year-old black man, the grandson of a housekeeper maid, and the son of a janitor, I couldn't be more proud of the decision we have made. 全美抗争不断，不过疫情威胁依然存在。明尼苏达州政府要求每一位北上街头抗议的示威者有义务进行新冠病毒检查。根据美国疾管中心 CDC 预测，6月底之前，全美死亡人数恐惊增加到超过12.7万人。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美国弗洛伊德事件引起世界关注，不过伫美国也有另外一宗种族歧视案件藏在心里。有一位25岁非洲的查甫人，在今年2月伫外面慢跑的时阵，去互一对白人白仔囝甲伊开枪弹死，想袂到警方是拖2个月才甲这对白仔囝抓起来。根据调查显示，讲嫌犯开枪了后，又讲出种族歧视的歹听话。美国乔治亚州一个25岁非裔查甫人阿贝瑞，今年2月23出外运动的时阵，去一对白人的白仔囝分别用鞭枪甲蜡枪来弹，全无命。犯人搁逍遥2个半月才去互抓起来。警方上新的调查指出，涉案的后生崔维斯伫咧枪杀阿贝瑞了后，搁讲出种族歧视的话。Mr. Bryan said that after the shooting took place, before police arrival, while Mr. Aubrey was on the ground, that he heard Travis Michael make the statement. 警方调查发现，涉案的爸爸格瑞格里捌伫咧当地担任检察署的调查员，去年才打退休。伊讲叫是阿贝瑞是窃盗犯的嫌犯，而且后生去互攻击，才会对伊来开枪。Complete shock. I've never been involved in anything like that before. Complete shock. 迄个枪击过程的查甫人布莱恩，经过调查发现，同款嘛涉嫌参加掠捕阿贝瑞的过程。Mr. Bryan admits to joining the pursuit of Mr. Aubrey. He admits to trying to block Mr. Aubrey in, trying to detain him. 涉案的白仔囝格瑞格里甲崔维斯会面对谋杀罪名的起诉，迄涉案影片的布莱恩会面对谋杀甲企图非法拘禁的起诉，目前3人拢否认罪行。记者综合报道。日前，中国发生毒牛奶粉的事件，害一寡囡仔生甲畸形怪状。想袂到最近伫广州也发生2件类似的案件。另外，伫江西也发生一件，互济外的查某婴仔抓着一排牛奶粉了后，伊的胸腔却开始伫咧膨大。我的结果是我宝宝发育是因为喝这个奶粉造成的。因为我宝宝太小，别的什么东西又不怎么吃，然后除了奶粉没有别的原因了。7个月，总共30罐。画面内底这个小姐讲，伊只1岁查囝熊熊开始发育，一个住伫中国江西省的妈妈，伊讲绝对是囡仔啉的牛奶粉有问题。因查囝啉这个牛奶粉已经7个月，今年4月份替查囝洗身躯的时阵，熊熊发现胸腔有定定的所在，去病院检查了后，医生诊断可能开始发育。因为我不希望别的宝宝也出现这个情况，因为一个宝宝都是一个家庭的核心的。所以吧，你拿着鉴定，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对于美国是被来人。医生指出，幼儿性早泄有真侪种原因，袂当完全确定是牛奶粉所造成的。不过最近中国乌心牛奶粉的代志一直传出来，会当疗伤的到家长是安怎会这么紧张？中国的湖南省则逼出业者甲固体饮料被安眠当做牛奶粉来卖，致使有啉的囡仔头壳骨破出来，筋膜发育较慢，而且佫会一直来拍伊的头，引起风波。拍头，每天拍好几个回合。即马调查结果出来啊，政府指出囡仔体检的状况无符合人讲的大头红仔的软骨折，敢若对卖业者来罚金，佮负责cấp度的官员免职。而且佮毋若即2站，最近广州嘛有2种固体饮料来做牛奶粉，而且佮是医生推荐来买，引起拄着同款状况的6个受害囡仔家长串联来控诉。目前广州相关病院发表声明，表示讲会成立专案调查组，对涉案的科学甲医生来进行调查。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巴西，因的武汉肺炎的疫情是愈来愈严重，目前因的确诊人数是排伫世界第2。另外，伫咧墨西哥，因的死亡人数也已经上千人，感染人数也有10万多人。所以因为因的检疫能力无够好，感染人数恐怕是搁较侪。当欧洲疫情转好大大改进的时阵，拄好是进入秋冬季节的拉丁美洲，感染甲死亡的人数继续伫咧恶化，加速新冠病毒新的疫情中心。总人口有2亿1千万的巴西，到初时为止，死亡人数超过3万4千人，比意大利还搁较侪，加速全球死亡人数第3高的国家。过日新增加的病例连续2天创新高，总确诊的人数敢若比美国较少，排伫全球第2。虽然是安尼，对防疫封锁令无伫咧要伊的极右派总统波索纳洛，青衫叫商业人士对甲伊无共意见的州长开战。Está acontecendo no Brasil ultimamente, com essas medidas que estão tomando aí, tá? Pobre está ficando miserável, classe média está ficando pobre. Está ficando todo mundo igual no Brasil. Veja, nós temos um problema na economia e uma crise na economia, porque nós temos uma crise de saúde pública, a mais grave da história da nossa geração. 墨西哥的健康部初3公布死亡的人数是1092人，是进前死亡人数的2倍外，总死亡人数超过11万7千人，是全球排第7高的。同步的总感染人数超过10万1千人，不过因为检测能力有限，实际感染的人数可能比同步的还搁较悬真济。咱若墨西哥市收治新冠病毒患者的病院已经大8成。墨西哥是美国汽车制造业真重要的供应链，下个月生理规模是几啊10亿的美金。伫咧美国的压力之下，墨西哥这礼拜重新启动汽车的产业，不过因为烦恼疫情可能会搁扩大，原本要进一步放令社交距离的计划雄雄冻点。另外，阿根廷按算伫咧初7结束的封锁隔离期，当局谨慎评估了后，初时决定延长到6月2日。Si nosotros comparamos con el resto de los países de América del Sur, la verdad que estamos relativamente bien. 阿根廷甲乌拉圭拢是南美洲的国家当中实施强制封锁的国家，疫情的控制嘛，因为安尼比其他的国家搁较好。确诊的病例有19268个，死亡人数是588个人。咱若初时有一阵左派的妇女团体伫咧健康部的外口举牌示威，要求爱做全面性的检测。健康部副部长迄天伫咧记者会表示，伊已经伫咧真侪社区一间一间做检测啊。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海军第7舰队6月初4伫面册公布新盾级军舰通过台湾海峡的资讯。美国强调讲，这款行动是展现美国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是一种讲会到做会到行为。国防部表示讲，美国军舰是伫咧执行一般航行任务。美国军舰搁在航行经过台海，美国海军第7舰队初5面册主动亚攻注目台湾海峡。新盾级的驱逐舰莱塞尔号部署第7舰队，初时通过台海，维持印太地区的和平安全。因为时间拄好拄到六四事件31周年，时机是真敏感。美方是回应讲，这个举动展现美国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区域的承诺，而且继续伫国际法稳准的所在执行任务。无论迄当阵发生任何代志，国防部拢强调讲，国军有专程掌握。美军的一艘作战舰在4号由北向南航经台湾海峡，执行一般的航行任务。最后持续向南航行，那国军运用联合勤监侦的作为，能够全程的掌握台海周边的基建相关动态。碰到6·4 31周年，那么又因为最近香港的局势的变化，所以会让大家产生一些联想，这也无可厚非。那么对于区域的稳定当然是有帮助的。这是美南今年第7遍通过台海，同时嘛是蔡总统520就职以来的第1遍。美南伫6月初4台海出现，同一个时间，互看做中共攻击台湾的主战部队——中共解放军、陆军第73集团军伫东南沿海进行实弹射击。台海当面的这些部队啊，或者是东部战区的陆海空军、火箭军。当然，他们的训练我们会感受比较深刻。对于长期观察解放军的人来讲，这些其实常态化居多。学者认为，无需要过度放大解读共军的作为，国军嘛照现有的行程，伫屏东高屏基地进行天马、雷霆、神弓3项飞弹射击操练。飞弹射出去，判出柑仔色的火，气势是真惊人。国防部长严德发坐镇视察，平常时啊加流寡汗，战争的时阵减流寡火。开始发挥无对称的作战能力，守护国家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
中国历史学院的领袖王丹举行历史31周年线顶纪念会，不过所使用的是性能体润，却是一再断线。王丹认为讲是来自中国的网络攻击，已经向 FBI 等单位反映调查。另外，中国也全面封锁历史的报道甲关键字，甚至是日本 NHK 伫咧报道历史事件时阵，甲因的信号完全砍掉，有2分钟之久。就是31周年的公祭和纪念活动。正如大家了解的，我们刚才受到黑客攻击，其实这也是我们在意料之中的。我是主持人王丹。画面变乌，搁长线真济届。中国命运人士王丹伫咧历史31周年迄天发起线顶纪念会，毋过所起用骇客攻击，因为使用的是性能体润，进前就互逼出有治安风险，会甲资料传去中国。王丹表示，这就是中国政府迫害网络自由的行动。我在这里呢，也特别谢谢我们技术组的几位年轻人，他们很不容易啊，面对国家机器的这种黑客攻击。我在这里呢，要代表当年的同学说一声：老兵不死，我们还在。不管时间多么漫长，我们一定会做到8个字，那就是永不忘记，永不放弃。包括台湾、香港的学运领袖林慧环、吴志峰都互邀请线顶发言，呼吁中国实现自由民主。若是纪念会一直延期，王丹表示，已经透过管道向 FBI、美国国务院等等的机关说明状况，嘛向 Zoom 来申诉。毋过，历史伫咧中国也是袂当讲的秘密。个咧 NHK 放送天安門事件嘛，伫中国去互砍台延期2分鐘。日本時間正午過ぎ、NHK の海外向けニュースが中国国内では。今放送が遮断されました。天安門事件に関するニュースを伝えた際、放送がおよそ2分間にわたって中断されました。他都盖台啊，讲文革也盖台啊，然后讲6·4也盖台啊，然后将来搞不好讲香港的这个反送中也会盖台啊，他就希望大家把这件忘记啊。不会影响到共产党政权的正当性啊。中国甲敏感的报道封锁，当然想要找嘛查袂到画面。学者分析是军兵就任了后，对网络自由限制力头是愈来愈大。一方面是为着要稳定权力，而且这寡敏感的历史课本内底嘛无，豆豆会去互放袂记。未来中国的人民若是无靠翻墙，也就是跳出互限制的网络，可能会无法度甲世界接接，造成真严重的资讯落差。记者综合报道。内政部当日翻修选罢法，总共修正112条条文，主要是新增加选罢法的跋缴罪，上悬会当判到5年。另外禁止境外势力刊广告，另外也禁止政党人士收银的行为，上悬会当罚到5000万。不过大家拢伫咧讨论的无在籍投票，却是无放伫草案内。针对选罢法修法，内政部提出修正草案，重点包括保障身心障碍者的选举权，落实公约规范精神。选举广告实名制，规定竞选期间看相关的广告要注明刊布的资讯，嘛禁止境外资金。为着要方便政党理念的宣传，新增加不分区立委电视政见发表，用过是以纸本联署申请登记总统、副总统的方式，即马是新增加电子联署系统。若是一个公职人员候选人，更会当依顾一个政党推销来限制，但是无适用伫咧总统选举。这个修法上重要的就是要净化双方，若是经营搅拌，会当判刑5档，而且佫增加收银仔汤的连坐条款。就是已经得到政党提名的人，若是对其他资格候选人用诬陷方式，互伊放弃选举，法院判决确定了后，推销的政党嘛会受到连坐处罚，上悬罚5000万。政党初选的时候就把这个有12银牙藤什么这一些，把它这个范围呢，让它扩得更完整。因为以往政府管不到政党初选的问题，都透过他们自己私权去做法院的去做争执或怎么样。内政部甲选罢法大翻修，总共修正112条的条文，强调是为着要互选举罢免的制度对时代来进步，互草案更较周知。毋过外界讨论真久的无在籍投票，却无去用纳入去。但不在籍投票会不会因为这样的反而更容易受到境外势力的影响？尤其在中国大陆的这个投票的行为哈，我相信没有人会相信在那个地方能够有自由意志的一个表示哈。内政部指出，无在籍投票会先拄公投投票来试办，先有事件投票的实作经验，再过来讨论会减少争议。若是选罢法修正草案会送行政院审议了后，再个送请立法院，预计上近2022年的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就会当来适用。记者综合报道。
唔知各位观众朋友，恁若准想要开店，是想要开什么款的店呢？高中教育会考在今日举行这段路，师大信息中心表示，和去年来比，高考拢真好的学生囡仔，平去年的比例有变较悬。在今年的作文题目是，我想要开一间店，上侪人写的是想要开咖啡店。学校管制手机，要知影会考成绩的学生，头一节下课了后，就去电脑教室。就考试出来之后有对过答案，但是我是很怕我填错答案卡，就是很怕我对错答案。很想念哪里？北一女。强项是英文听力，所以基本上考英文听力的时候都不会错，然后没有听力，所以就损失比较大。师大成绩中心指出，今年英文因为疫情取消听力，拢是阅读测验，三顶地比率甲过去几年是差不多，但是锻炼的考生占比比去年较悬一丝啦。整体来看，五科锻炼的考生比去年小可增加，五科需要加强小可下降，作文6级分有增加。很多学校们他们也对学生的写作有做一些训练，而且我们这么多年。我们的题目都陆陆续续公告，大家也都大概知道说这种引导式的写作，比较好发挥。今年作文想要开一间什么款的店？真侪考生想要开咖啡店，或者是柑仔店。有考生想要开一间有客家特色的福菜面店，讲到甲阿公阿嬷的记忆，嘛讲到无法度甲因用客话来沟通，得到6级分的肯定。想象。动机、缘由或者规划的蓝图去做简单的说明，完整，这个大概就有4级分。会考成绩出来，考生刷落来爱来填志愿。升学专家建议，会当参考去年答对题数甲录取的标准来评估今年的落点。记者综合报道。当时才会当开放境外学生回来台湾读册咧，有一群境外学生甲关心学生权益的人，下晡做伙去到教育部申请，认为台湾目前的检疫环境会当放一寡境外学生入来，认为政府就要赶紧规划互因入来。全数回来，全数回来。境外学生权益小组在网络呼吁到教育部头前申请，阮那位台生、在台港生、陆生、马来西亚侨生拢来声援。外国人就可以凭那个居留证回来，但是我们就不可以，这个我们就觉得是一个很差别的待遇。越南、大陆、香港、澳门、泰国、蒙古，更是疫情这案例数都在个位数。来支援的学生指出，无转来台湾的26000名境外学生，主要来自中港澳甲东南亚，这国家疫情已经落来。政府却是以国际疫情为理由，暂无开放，只是想要拖延。伫尾来加入成员的正大传播学院院长纪立兴一讲，少部分陆生以前在其他国家旅行也是学习，却是因为身份无得入境，实在是莫名其妙。只因为他的身份是大陆同学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莫名其妙的没有必要防疫防到这个地步。小组具体建议，境外学生7月到9月分5批返来台湾，平均每一批5200人，检疫量能有够。教育部主任秘书朱南贤出面接受定情，这摆以跨部会会议结论回应，引起成员学生不满。我们会把这个意见传到行政院。今天根本没有回应任何实质性内容。因为这个东西，我们很简单，我们只是希望可以有一个时程，因为我们已经等待了大半年了。会甲定情的资料甲数据提起跨部会会议，不过下摆会议什么时阵举行，朱南贤无予具体答案。定情是在成员学生一直话讲，予因一个具体时间，予因一个具体时间的部分城长来入幕。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疫情当地稳定，不过无法度出国民众，却是选择去偏湖遐佚佗。迄个所在即卖旅游停停，也未甲热噗噗。已经第18年的偏湖花火节，今年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延到7月份来举办，拄好拄到防疫政策放令，佮加上进行3倍券的假期，写真侪民众来订。以偏湖机票加酒店的自由行举例，伫咧7月份拜6礼拜平均已经卖8成，真侪饭店拢满。暑假也是亲子旅游的旺季啦，然后也是玩水的季节，所以其实澎湖在今年暑假它的可玩性是相当的多，所以也吸引蛮多的民众，然后选择到澎湖旅游。那加上澎湖它也就是需要搭飞机嘛，所以也让民众有种类出国的概念。
因应这波迄真久的离岛旅游潮，利营航空表示，国内线6月份会搁增加航班，搁有放大机型，7月份嘛搁会进一步增加运力，预计提供50万的座位。华信航空嘛，伫6月份到7月份增班甲放大机型，预计6月份到7月份，北向偏远的航线都会增加超过8万的座位数量。7月份的时候，我们一天马公的班次会增加到38万，需求也是超过我们的想象。旅游的需求在第一阶段是蛮强劲的。因应国际油价落价，照民航局票价调整机制，国际航空业者伫6月30开始会降价国内线票价，其中以台北飞金门降的幅度8%上济，民众休热出去佚佗，可会当省一寡钱。记者综合报道。中华职棒表示，6月初1过后，球迷免全程挂水鞍，而且为会座的距离也会缩小，规场座位数量也会当增加到全部的一半。中华职棒表示，因讲因的做法已经符合指挥中心的要求，而且拢有保持社交距离，球迷免挂水鞍，而且伫内面也开始卖食的物件。接下来，咱来看花莲的玉里，因特别伫稻仔田内面设计一个乌形的卡架，民众会当去遐翕相，也会当去遐体验。咱做伙来看卖。透过空气机的画面来看，花莲玉里镇的稻仔田内底有形的卡印，边仔阁有台湾的图，互囡仔兄囡仔姐会当伫咧内底弄鼓。原住民嘛来遮庆祝修行甲唱歌，餐厅的业者阁会当伫遮办桌甲食物件。今天的活动算是整个黑熊脚印的一个开端。除了这个2个熊掌之外，隔壁的田区有另外一个图案。人流都回来了，对，当然我们觉得说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花莲因为即马无疫情的状态，再加上伫要发3倍券，因为安尼旅游业者对未来是较乐观。玉里镇阁是全国稻仔上大的产区，边仔阁是乌形的故乡，玉山国家公园，所以镇公所特别举办一系列的活动，希望会当帮助农民。在这一段时间呢，防疫期间呢，心情也苦闷很久了，鼓励大家多来我们玉里镇。我们希望可以推荐给台湾消费者一些安心，而且是有经过设计的国民旅游，而不再是过去，譬如说我就开车去玩就好了。镇公所强调，玉里种稻仔的面积要300公顷，已经有50外个种稻仔的农民参加，嘛互民众体验挂稻仔的活动。这些稻仔拢是有摕到优良美的认证。不过因为今年的绩效无好，所以这个活动嘛是为着要帮助种稻仔的农民。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北部的阳明山国家公园受到国际认定，叫做全世界头一个都会宁静公园，也希望民众会当出外行踏，不管互你的身体甲心肝内，拢会当健康舒适。大自然的风配合鸟仔的叫，还有湖边风扇过树林的嚓嚓声，来阳明山梦幻湖生态园区，就好像就是来大自然的音乐厅。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有风吹鼠啊，还有那个青蛙，还有一些不同的鸟在这边。鸟，不同的鸟，看到它们的是蜥蜴啦、蝴蝶，那还有看到2只很像小鸡，是不是小鸡我不太清楚，但是也有看到松鼠。阳明山国家公园是离台北市上近的后花园，有真丰富的大自然生态。譬如讲，园区内底鸟类超有138种，占全台湾鸟类的1/5。野鸭类有150种，两栖类有52种，食物阁有正千种。为着要鼓励民众甲大自然连接，最近推扫城景保育理念，阳明山国家公园今年嘛正式变做全世界第一个受证的都会宁静公园。那梦幻湖地区是我们一个自然生态保护区，那大家那边有台湾水韭的这个生长的自然栖地，那边的鸟类非常丰富，还有蛙鸣、鸟叫声，还有风声、水声，我看都可以在那边好好的去倾听这个大自然。阳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表示，后疫情时期，欢迎民众来户外感受大自然的宁静，减少人为的噪音污染，会当让身躯甲心灵拢放轻松。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土豆伫咧收成啊，不过要拍土豆也占甲规车路。现此时咧，湖北乡公所也向警方申请30大的路权，有1个月时间，通好互农民拍土豆。云林即嘛是土豆收成的时期，不过受到前一阵大雨的影响，即嘛才收成的土豆，都爱伫真宽的所在赶紧晒日头，才会当维持好的品质，卖着好的价效。不过永年农民若是找无所在，都会直接伫车路拍土豆，嘛常常互检举。
经过日晒的介绍会较土豆会较芳，你若用风干呢，这个土豆的芳度，就失去伊的迄个土豆的味啦。过去倒倒喺门口定条细虾啊晒，晒久吼，晒一工，雨来咱就足晦气的，连咪烧连咪变。那么砍安尼足晦气，来遮日头猛，日光晒会到，加超提高超2工至3工的时间。好尾公所表示，为着要让种土豆的农民有较宽的空间来晒土豆，公所为镇内14个里内底拣出适合晒土豆的地点。因先甲警方申请1个月使用路权，希望伫这段土豆收成的时期，会当协助农民来晒土豆，而且提供交通水甲警示的电话，提醒路林的民众爱细致。会请到咱地区的巡守队甲派出所来甲因协助顾这个土豆吼。咱总共有14里30位，拢总有12公里的长的所在吼，是互农民申请，会当来做这个晒土豆的工作安尼，确保着咱农民吼这个农作物的这个安全。好尾公所表示，今年1期的土豆受到大雨的影响，平均收成敢若有6成。农民采收了后，真需要所在来晒土豆。好尾公所才会头一届替农民申请路权，互因会当来晒土豆。若有需求的农民，拢会当去好尾公所农经课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有一寡组织也对着时代伫咧转型，伫咧泰国有着一个公共卫生志工团，在这批疫情当中，因也发挥因的作用啊。甲防护面罩甲安全帽啊戴好，这阿嬷车队油门一个水出发咯。伫队伍上头前的是77岁的苏林阿嬷，这阿嬷因来到泰国中部昂通府的抗疫现场。ป้าจะดูแลว่าบ้านนี้มีคนมาจากต่างจังหวัดกี่คนก็จะต้องไปติดตามไปให้เขากักตัวอยู่14วันล้างมือ先用酒精喷伫民众的双手来消毒，再来教因穿脚使用水暗，再来量下温。相关的做法，到隔壁户邻家爱重新搁做一摆。这员公司苏林甲其他志工因每工拢爱做代志。เพราะว่าถือว่าคนในชุมชนเราอ่ะเหมือนลูกหลานเหมือนคนในครอบครัวของเราถ้าเราไม่ดูแลเขาเราไม่ให้ความรู้เขาเขาก็อาจจะไม่รู้已經做38年志工的蘇林也驚去為着病倒，不過更加煩惱的是衛教觀念不足的村民。อันนี้มันก็สำคัญสำหรับประเทศเราอะถ้าไม่มีอสมนะครับมันก็ลำบากเราก็以村里为单位组成的公共卫生志工团是冷战时代产物，1977年开始成立，除了提供偏远地区基础健康管理，也防止共产思想进入民间。除了苏林阿嬷，泰国有上800名健康小尖兵，继续在每一个所在守护村民的健康，是这波新冠病毒疫情中的无名英雄。记者综合报道。在今仔日6月7日，就是联合国世界环境日，也因为武汉肺炎大流行的关系，真侪工厂拢停工，煞互溪的水变加真清气。在一寡所在也当咧维护森林甲野生动物，希望环境会当继续永续发展。拄海洋污染到人口过多，再到全球暖化，为着要提醒大家关心全球环境的问题，联合国甲当年的6月7日定做世界环境日。今年的主题伫咧生物多样性，要来对抗加速消失的物种数目。因为新冠病毒伫咧全世界大流行，印度北部大河、恒河的激流、雅穆纳河伫咧全国实施10礼拜封锁了后，所意外中现先机，原本去用污染甲真严重的水域。水所慢慢变清。There was a lockdown and most of the industries were not able to operate and therefore the industrial discharge which was going to Yamuna had actually stopped and that for sure has reduced the pollution load, for example the BOD load into the river Yamuna. 另外一方面，非洲国家像个海外护人员是负责来消毒，为着要种可可啊，主要热带雨林错掉的不少业者，几啊十年以来种真侪可可啊树，历史像个海花变做全世界巧克力豆原料的生产大国，所消灭真侪热带雨林。Quand nous disons ici les endroits les plus chauds, ça montre où la déforestation est plus accrue, n'est-ce pas? Plus la couleur est foncée, quand nous avons du rouge, plus nous avons, n'est-ce pas, une déforestation qui est poussée. 南非是有环保团体伫披兰斯堡国家公园，还有2大野生动物保护区，先甲西牛的甲锯掉，
避免有人趁新冠疫情的期间游客减少，搞起热门的旅游景点掠西牛。One of the only solutions that we have now is to trim the rhino's horns, and so we've started this, unprecedented practice to try and protect these animals by removing their horns. 替西牛甲割记条行为是有争议，反对者是烦恼讲西牛无即个会当保护家己的角会有危险，毋过甲割记条袂去影响因的基本生存，而且着像加增加共款，西牛角会当伫咧3年以来重新发展来。记者综合报道。热天时啊，要注意，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北部地区对25度到35度。中部地区对25度到33度，南部地区对26度到34度，东部地区对26度到35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7度到31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焦挂先。看到我就知影，今仔日搁要来甲大家介绍小满了后刷落来的这块蒙井。蒙井汉字写作蒙井，罗马字写作母王蒙，子应井。蒙第5条，井第2条。蒙井差不多拢伫新历的6月初5到6月初7迄卡斗。蒙井这2字就是稻啊结穗的意思。这个时阵天气要开始炎热，黄山雨话袂声，要种植农作物较无好。蒙井的时，西瓜乃至山影这热人的果子嘛开始上市啊。这个果子拢是鲜的，我足爱食的，尤其做成串冰嘛真赞。伫炎热的天气，通互咱体凉。除了果子，讨海人这阵海东嘛真有。伫嘉南、平湖、台南外海有小港啊。高雄外海有小床，苏澳甲小琉球的外海有北欧。有介意食海鲜的朋友，行，咱做伙来去台南食小港仔米粉。甲蒙井有牵卡的俗语有：4月蒙井雨，5月无大土，6月火烧煲。意思就是讲，蒙井迄天若落雨，就会落到5月，所以5月就无大土。到6月时，若是好天，就会热甲像火咧烧，足热足热。还有一句俗语是“蒙井野，讨无食”。这句话意思就是讲，蒙井了后，百花的花期拢过去啊。即阵的尾牙
已经无花粉通采，无通食啊！你会枵死！刘望景结穗小光啊，小床飞乌。4月望景雨，5月无大土，6月火烧煲。望景野讨无食，趁即马这开行到望景。西瓜山影当着时，我要紧来去加食挂。安尼，今仔日咱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